2026年咧，對於美國經濟嚟講，我哋認為將會係先強後弱嘅一年。咁上半年咧，經濟增長預計將會保持強勁 ，GDP 嘅增長水平咧應該係繼續高於疫情後嘅平均水平，主要係受惠於呢一個個人所得稅嘅退稅啦，同埋人工智能相關嘅企業投資。但係咧，隨住呢一個財政支持嘅減弱，同埋呢一個就業增長放緩，下半年 GDP 增長嘅速度咧，預計將會係下降至1%至1.5%。咁通貨膨脹咧，預計年中將會係升至3.5%，主要係因為咧關稅嘅成本逐步被轉嫁到消費者嘅身上。咁年底咧回落至2%左右。咁雖然通脹依然係高於美國聯儲局嘅目標水平啦，但因為勞動力嘅市場轉弱，我哋認為咧由而家到明年年中，美國會繼續減息，將聯邦基金利率咧係降至3%至3.25%。咁雖然經濟衰退嘅風險依然係偏低，但因為勞動力市場走弱同埋政策嘅不確定性持續咧，經濟增長嘅風險依然係喺下方。投資者應該繼續保持警覺，因為市場咧有唔少嘅意外因素。